好，好，好。林雨罗是属经典的教诲，做人真诚实，伊的性质温顺，伊的言辞，什么言辞短短啊？了解言辞短短。第178年教，对得着道理，逐礼拜不是逐礼拜休工找家来就是带家来礼拜，也真辣，也真辣，也真辣哦，对，真辣，用带别人，真辣用带别人，因伊真老，哈？应该是下面，敢是下面人，对，头一个应该是第3条吼，我来画一个，真老下面人，很会原谅人。竟然有这种讲法，真高下边人。好，有一摆一个擦，什么擦头呀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贼嘛 ，thief。一个擦哦，有一摆一个擦了后咧头呀。头呀，伊的汉族安尼了解啊，一个插头呀，伊的汉族，所以伊的这个呀，敢是一个动作呀汉族。也是动词。呀嘿，呀，这个动作是呀康呀。哦，了解呀呀康汉族，都是这个呀。呀，敢有呀滴顺，敢是安尼讲？呀滴顺，会使啊。好，呀滴顺。呀果子嘛，会使。菜头，敢袂使？拢会使嘿。好，只要是对头甲头掰开迄个动作都会使。所以我就讲呀果子嘛是会使。呀果子，好，呀果子，呀汉字好。嘿，果子有时啊讲拍果子啦，当然呀果子嘛是会使啦，就是只要是迄个动词迄个动作。我之前敢若知影这个动作。台语内底有足侪讲法，呀喂。呀喂，拢会使。喂，好，了解。我应该用汉字才对。讲喂，伊讲是喂的另外一个音。原来是安尼，甲喂是同一个字，无共腔口。原来是安尼。我之前看咧，虾米人讲？我即马一时啊煞袂记。迄个意思是安怎讲？我伫 Twitter 看着，我毋知即马查着，我查看觅啊吼，你稍等下吼。我感觉会使学起来，是我查着。Twitter。陈明仁啊吼，陈明仁写我。陈明仁你知陈明仁啊，但是我知影，系啊，我有读，有一个读册会，就是读伊的小说。陈明仁，PENG。查着的看觅。所以讲你是讲伫伊的册有看到即个字。毋是，我是讲伫伊的即个 Twitter 内底吼，伊有讲起一个词啦吼，引起一个讨论，迄个讨论我感觉诚好，会使和你分享，但是我毋知即马查会着诶。我嘛是真好闲，敢是加画即个抑是画即个动词？毋是含
对，你拄则讲起即个共即个字无共音嘛，吼。是，就是伊拄好讲起讲啊，某物字应该是读啥物音，结果人讨论讲，其实台语内底拢会使。哦，对，而且后壁的人下对人佫讲出一大堆的例，讲即拢是相款的意思，就是相款的伊个转音就对。但是我一时想袂起来。陈明仁，我要安怎看出陈明仁的即个 Twitter 的口做咧，也是伫面册，我是知影伊面伫册，我毋知面册，因为我是伫 Twitter 看到，我毋知面册有写无。哦，嗯嗯，但是我即摆一时仔若找袂到伊的 Twitter 的口做是为虾米呢看卖也？BENG，但是伊是用JIN 嘿，伊用白话字做迄个啊嘿啊，最，BENG。口做的名，嘿，人，我先莫拍人好，我先拍 BNG 第五声。哦，明，明，是明嘿还是明啊？ ，BENG 明 BENG 无毋对，嘿，你拄则讲的 BENG 是对的，BENG JIN。嘿啊，伊伫面册嘛是讲即个，伊嘛是用即个名，白话字的名。但是我 Twitter 上无用安尼找袂着即个人，奇怪。哦，嘿嘿，我想看觅，我想袂起来，好啦，再讲，想着再讲。呵，现在是我呵，看着我再甲你，我再叫你看嘿，好，咱继续好，转来即个继续读，嘿，好，就是拄则读考验汉字嘛，考验伊的汉字的，考验伊的汉字，互伊掠着，伊也无共伊讲好啦，好啦，后摆毋通搁来头体，插讲万请，互我加野蛋，万请，互我加淡薄，搁无偌久，搁来体。又互伊掠着，也是安尼甲伊讲，安尼互伊掠着3摆，后来插心，家己想袂做滴。为虾米讲插心咧？插的心啊，插咧家己的心内吼，插心家己想袂做滴，毋敢搁去体，煞去退伊顾，竟然有即款代志，好煞去退伊顾，甲伊掠着别个插去交伊，安尼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莫来读一遍？我伊这内底我会用我的惯习的方式去读啦吼，因为我感觉伊飘的迄个声调，我有时袂惯势安尼读。系啊，无关系，系啊。主要是轻声的部分啦吼。OK， 好，讲起吼，林雨露是属新店的教会，做人真诚实，伊的性质温顺，伊的言辞短短。伫1878年入教，对得到道理，逐礼拜休工带家来礼拜，也真力引带别人。伊真后赦免人，有一摆一个贼
偷野伊诶汉字，互伊掠着，哦，这我就会安尼读啦吼，互伊掠着，哦，对对对，掠着，互伊掠掠着，着，伊也无共伊讲，呾好啦，后摆毋通过来偷野，有偷摕，他讲，万请互我，万请互我加野淡，加野淡薄，加野淡薄。这按怎样读啊？万请互我加野淡薄。嘿，我可能会安尼讲，我讲万请互我加野淡薄，加野淡薄，好，加野淡薄，我甲淡薄拢读轻声是，为虾米会安尼呢？哈，万请互我加野淡薄，会安尼讲，但是为虾米安尼我无解理解，可能是甲重点放伫你压力啦，哦，好，对，搁无偌久，搁来摕，又互伊掠着，也是安尼甲伊讲，安尼互伊掠着3摆，后来贼心家己想袂做滴，哎呀，我嘛是袂囥头前，后壁拢轻声袂做滴，好是，毋敢搁去摕，煞去退伊顾，甲伊掠着别个贼，甲伊掠着别个贼去交伊，去交伊，好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到尾有经伊做长老，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对着为伊的有对着为伊的厝，伊手摕我纸走，人掠做摕阮走，对伊险，互伊拍死，等一下，对伊险，互伊拍死，伊的囝林起来，也煞接做长老，做人甲伊相款，大生伊不知好野，到失败也是欢喜出言。好，虽然到年尾无通交言，交言是啥物？无通交言，交言敢是关限的意思？无通交言，出现我也是看无啊吼，大生伊是好业，到失败也是欢喜出言。出言甲交言，敢是关钱的意思？关限。毋知，我来看卖，来看卖出言甲交言。找无。好，好，先继续。好啦，先来查好啦。出言，咱看找台语敢有即个词？还是找高一字言？言是有迄个现金的意思，关现。这是倒几啊？76页。所以讲出言甲交言都拢是交出迄个钱去关的意思。那你才第一学着即个字啊，当讲是现金奉献。系啊，奉献。
这敢是较古早的讲法。我唔捌听过，唔捌学过这个。系啊系啊，缘伊的汉字就是迄个官，敢是安尼讲官嘿，现金缘伊个是化缘的缘。若是哦讲化缘，就会使理解意思，啊，毋过拢想着拢是不够的。哦所以化缘的用的汉字即个缘字，但是意思是现金。OK，嘿嘿嘿，了解。好，好，先继续吼，无通交缘，也去卖厝内的米来交，卖厝内的米来交，会使理解意思，啊，毋过迄个卖厝内的米，迄个卖是卖是的出卖，出卖哦，了解，安尼就了解啊。哇，为教会就是为着教会奉献到安尼，真厉害。好，卖厝内的米来交，好判边相当的时，相伊的中相中啊，对，判边相中的时，伊的朋友内底人寄文要互伊买食。买食，第八条才对吼，买食，好买食的是物，对嘿，第八条，第八条。好买食，好伊将遐个文要交言，吼，即个好，一世人互人骗，这敢偏是骗？这是第七条吼，无第一声第一偏，声互人骗，哦，互人骗是啥物意思啊？迄个骗，偏就是占便宜，叫做偏。哦，是哦，好，即个我台要学起来。语的意思是偏。互人骗哦，原来是安尼。莫讲偏吼，还是去互偏，拢是即个意思。哦，互人骗，好，互人骗，记载人骗，哦嘛有迄个压票的意思吼，压迫吼，对哦，压迫，嘿，歪吧，好，互人骗，小偏就是互相占便宜，小偏。嘿，小骗，就是拆往回单较有偏，较有就是骗，较往回单是啥物呀？拆车单，你知无？拆车单，较早知，讲拆车票啦，吼，拆车票啊，但是哦，就知啊，拆车票，哦，迄往回单敢就 round 是华 trip 语讲的迄个回数票，是。毋是是来哦，round 来回票 trip，哦，round trip，了解意思。所以讲往拆即回单，个往回单较有偏，就是较俗啦。较俗哦，较有偏就是较俗的意思。我是毋捌呵呵，安尼讲，只人安尼讲我是听有啦。哦，了解。这是啥？买几担较有偏吼，安尼嘛是讲意思吼。安尼就理解啊，就是买较济就较较有利，划算，较嘿，对了，划算啦，较下算，划算啊，对嘿，啦，较算会好，算会好，较算会好好，啦。这故在人偏，或者是穷故在偏人偏，哦，故在人偏就是随人家糟蹋哦。是脚踏，好，这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好，理解。好，继续后读到倒继续读好。一世人互人骗，无甲人计较，毋捌甲人冤家，出在人晓伊辜负伊哈。辜负伊，所以讲，伫即个应该是辜负辜辜负伊，我知头前迄个晓伊什么意思，我都看。嘿啊，而且伊即个声调安尼写，敢是爱改一个。
出在人晓哦伊辜负辜负辜辜负辜辜负，敢是辜应该是负第一条，第一条就对啦吼，辜啊是啊，负。啊，那伊嘿，若写第七讲有啥物表达意思？我看卖，我毋知。嘿啊，辜负，对，应该是这啊，嘿啊，应该是第一条啊，嘿啊，对吧？辜负，对啦对啦，应该是啥条嗯点着去，嗯。应该是辜，我来画一个记一个啊，这个辜负，头前萧衣什么意思？我都毋知啊。萧衣辜，我来先记一个辜负，应该是辜负，好。枵来查看觅枵哦，伊讲是枵有一个半暝半暝食西瓜变卦，食好西瓜，食盐食西瓜食西瓜变卦，嗯，原来半暝食西瓜是这个意思。还萧我知啦吼。枵，嗯，这个还枵伊写啥我看无。什么？放晓去，放就是晓去，边翘哦，枵是并翘就是枵是，曲折，叫做翘，翘起来。呵呵，哦啊，呵，变就是反嘛，翘就是翘起来，反翘起来就是啥？就是比如讲房啊，有没有？本来扁扁的变做嘿，变形了、哦，木板呵呵，变形翘起来，有无？这都叫做哦，翘。好，了解，啊，还翘嘛是这意思嘛。啊，但是这只是讲，譬如讲翘人的群就是讲变钱了。哦，呵呵。互查某晓去，这应该意思拢是，就去互拐去，去互诈骗去就对啦。哦，是嗯，是是，我看卖晓，用嗯这个意思我是毋捌用过啦吼。啊，房啊晓去我知啦。嗯，哦，好，这是伫对啊，那查无嗯晓卡。嗯有无？你比如讲油刷会扑起来有无？迄个是晓。晓哦，了解，跑起来，嘿，嘿。嗯，好，啊，但是这写迄个晓，我是到底是伫倒诶？我若无看，嗯嗯我若无看晓。哦，这，伊嗯是用即个晓哩吼。收入，即个是啥物件？我不嗯要念啊。嗯，看不清楚，对，答，这哇，这我不对啊，晓读啊，你毋知安怎读？啊，打死，敢是，毋是咧，这个嘛毋是唔知影，系啊，看无，系啊，放晓去哦。呃，啊用，若无用迄个汉偏字，偏思路，找有，小区间思路哦。嗯小区间思路就是嗯讲变嘛，讲话无哦。诶，成若是分嘛。汉，系啊，迄个拄则迄个看无诶字，若是用汉字去找代字典，伊哎，讲伊诶迄个音是餐，也是天，哦，是汉一款诶糖，也是啥物？一个我记得是贝类。应该是华语是安尼念。哦，是哦，我连伊诶华语拢嘿，毋捌。嘿，嗯，汉天。嘿，呃呃，晓摊，晓摊，嘿啊，晓摊我知，晓摊哦，我晓摊是啥知，物？晓摊是晓摊啥物？
晓贪就是房啊，晓贪，我不要讲，晓贪，晓贪变形啦，房啊变形去啦，吼。哦，好好好，哦，了解了解，会使想到迄个画面，晓贪有无？吼，干是，燥表皮消起来，我拄则讲扑起来有无？这叫嘿，做是是是晓贪。我今是是，日好好，要知影这个贪字，原来是用这个物件。嘿，哦，嘿啦，原来是这个汉字吼，对。啊，但是接下来讲所以是晓贪嘛，就是晓贪嘛。你那写做两个，我都看无。哦，嘿，伊就是晓贪嘛，晓好，贪啦。这是他啊，这是拼音啦，贪啦，晓贪啦。嘿，哦嘿，原来迄个晓贪的贪是，迄个汉字，毋是嘿，迄个看啊，好，的这个卡若是安尼写，我毋知吼，晓贪啦吼。所以房啊是，晓去晓贪，就是共款意思嘛吼。另外一个是讲即个俗语言思路嘛，除了即个意思，佫有即个俗语言思路，所以两个意思嘛吼。嘿，是，诶，抑佫说句相关意思就是你无无收迄个无收你的酒里诶，的迄个约束，对，嘿。哦，嘿，所以是欢笑哦，欢笑就是这个意思。互查嘿，某是。晓去，或者是好晓人，查某，好哦，讲个，好查某骗去，敢是安尼骗的意思，互查嘿，某骗去，嘿，骗嘿是，人的钱就晓人的quyền，欢笑。这后壁这个意思我今日才学到啦，头前这个我是知啦，所以这只来讲去，这只就这个意思嘛，就是讲互查某晓去，还是讲晓人的quyền，就是这个。嗯，出在人晓伊，辜负伊，吼。OK，好，好来继续，甲读到了。我看卖后壁好，嘿，哦，辜负哈，互人晓伊，辜负伊，啊，毋过怪是其他听声吼，辜负伊，伊拢会使啦，吼，拢会，嘿，无怨伊，吼，伊无怨伊，好，教会毋是教会内外的人，学老伊，学老伊，嘿，学老伊，嘿，呵，学老伊是在为为为堪的讲是信徒，嘿，好，了解，好，这段等下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来，教会有经伊做长老，法嗯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对敌为伊，有对敌为伊的厝，伊嗯手提歌字走，人掠做提云走，对敌为伊险，互伊拍死。遮厉害吼，伊的囝临起来，也煞接做长老，做人甲伊相款，嗯甲伊相款。大生伊不知好业，到失败也是欢喜出言。虽然到年尾无通交言，也去卖厝内的米来交。破病伤重的时，伊的朋友内底，伊的朋友内内底人，内底人歹势吼，伊的朋友内底人寄银要互伊买食，伊将遐银要交言。即世人互人骗，即世人互人骗，无甲人计较，毋捌甲人冤家，出在人晓伊，辜负伊，伊无怨伊。嗯教会内外人学落伊，实在话堪得讲是圣徒。
这种什么一什么一什么一这种吼是圣经内底写法吼啊，因为较早常常读圣经，所以我是惯势读啦吼。但是我知影咱平常是讲话较罕安尼讲，会讲哦，飘以高乎一，一无嘿，万一，吼，拢会安尼讲吼。好，了解。不要紧，这嗯拢会使啦吼，看看你惯势安怎拢不要紧。嗯，好，好，继续读吼。嘿，对，好，后一部分是张乃红。嗯，张乃红是属内湖的教会，并属咧做地山。哦，做地山，嘿，地山咁就是华语爬山啊，迄个茶山，对啊。所以讲是好野人，伊有家己有这地山一个山，还讲啦，嘿，安怎讲？有一个山呢。啊，就是伊是头家啊哟，就是地方的主人，无啊，就是即就款意思。就种地尔啊，较早就嘿，拢种田的嘛，较早就拢逐个拢啊，毋过伊讲好家nghèo，家己是一个地主。哦，嘿，就是讲较早哦对啦，当然有家己的地，嘿啊，有家己的地，照是较好nghèo。即摆的标准来看，就是好嘢。嘿呵呵呵，迄当嘛无阵做一定吼。生意应该是较好nghèo啦，但是哦，对对对嘿，吼，嘿啊，好了解。嘿，好，做地山，伊的姓，诶，姓伊的姓，中德，伊的姓中德好大哦，姓就是性质的意思吼。嘿，对伊对对，的姓啊，对哦，中德了解啊，中德好大，毋敢物哈，件毋惊惯势，毋是物毋惊件惯惯势，嘿，毋惊惯势啊，了解。伊是河河手嘿，河手的人，河手是啥物意思？胡须河手胡河手须啊，啊，哦，河手就是有喙手的意思哟。嘿，是胡须，胡哦，须伫台语来讲，河胡须就手嘿，是讲有毋是喙须尔，伫台语讲胡须就是胡须章，你知无？就是哦，就是讲胡，就是讲伊迄短暂个迄款的。像胡须章迄种胡须，则叫做胡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这个伊的第二点解释是讲是喙手真济，啊，对对对，迄则叫做胡须吼。爱有真大层、真济、真大层迄款的，才叫做河手。是，嘿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或者是比爱记住。如讲马街，人就叫伊胡须，啥物我都袂记，较早安怎讲胡须，手，好好好。原来是安尼，嘿，今仔日学着河嘿，手。嘿，胡须吼，所以胡须章毋是凊彩人就会使讲胡须再个章吼，胡须，嘿，爱爱有够济，络有够腮胡啦吼，大层。爱有络哦，腮胡原来是才叫做华语嘿，即个讲法，对对络腮对对，嘿。胡手。络腮嗯，胡才叫做胡鬚吼，毋是胡凊彩手。讲胡鬚吼，毋是凊彩有喙手，拢叫好手，嘿，爱毋是，够大层，嘿，对对爱对。有够大层才会使安尼我即叫。好，个例句趣味吼，讲气喙兴胡鬚，气喙兴好手是啥物意思？气喙就是吐唇啦，哦，是安尼哦，好嘿，好好，起来我爱来记起来。哦，因为就是用好手会甲迄个啊，甲喙按牵牵起来啦，起来，嘿对啦，所以伊讲牵起来，气喙原来是这兴个意思。胡鬚啊。好好好啊，当然，这好好，胡鬚嘛是相款咯，毋是凊彩短短的胡子，毋是叫做胡鬚啊，是才爱够大层就才会牵起来。浓密的吼，这叫做胡鬚吼。原来是安尼，好好好，气喙兴好手。嘿，好，所以你看胡须章伊迄图无，伊迄个遐有trademark 一个一看就好知吼，手，毋是凊彩的喙手。毋是翘胡子安尼尔吼，无安尼对，无叫做胡须吼，是是大层迄款的，才会使叫对，手。才叫做胡须吼，大概是好，安尼了解。好手张，嘿，好手张，好，嘿嘿，好，继续，伊是好手的人，讲话大声。哦，哇，即个形容就是
真那个张飞活跳，是，张对飞安尼吼，张飞是后来伊做地环哦，了解，伊做地环，四过去买茶啊，是去买茶，好，安尼就好去买嘢。买茶，你就好呀。好，有一摆去南港沙丁堡路路路对拜堂口价，等一下，路对拜堂口价看真侪人自集，迄个口价是啥物意思？口价。迄个口毋是迄个吼，我看卖。拜堂口哦，拜堂口就是拜堂的门口埕安尼。对，拜堂口路对拜堂口价，应该是安尼读。哦，了解。路迄个路，迄条路对拜堂口价啊，安尼就了解意思啊。这个长句是安尼长，口价看真侪人自集，就行碗听该牧师讲那着跋艰苦白当大的患难是啥物意思？凡事哦，患难哦，了解。患难着满艰苦白当大的，迄个白当大是啥物意思？白当大的。当大，你知无？重担哦，当大了解。啊，迄个白咧。白当，我毋知影即个白是啥物意思？白当。好，来查看觅。富啦。哦，了解。白当大就是白重担。是迄较只偏迄个白啦，伊是个做动词来使用吼，白当大。白好。毋知咧用过。OK。嘿啊。好，白患难着满艰苦白当大诶，吼安尼吼。着磨吼，着满。毋是磨，你读做 MOA 去啊？着磨着磨。着磨。诶，着磨是着磨就是受着拖磨啦，受着真艰苦就对啦，着磨。患难着磨艰苦白当大诶，就君我要赐伊平安哦，了解，要赐伊平安。好，乃逢听即句心真奇怪，因为迄碟灯，等一下，迄碟灯热天，搬山过岭，了解意思。搬山过岭，搭到寒流满面，了解。搭到寒流满面，真艰苦。等一下。啊，为什么是会感心真奇怪啊？这个奇怪应该是好现的意思吼。好，继续。寒流满面真艰苦。到礼拜煞，伊君我该牧师问迄句话什么意思？该牧师稳啊说明，互伊听。互伊听。对安尼信道理，这个应该是第3条。信道理的信，和信道理。逐礼拜去沙丁堡做礼拜。该毋是到新店有拜堂，就去新店礼拜。为什么咧？伊毋是住内湖去沙丁堡应该较近啊？为什么要去新店就较远
对无？为百到万兵。伊即只即个内湖，我咧想敢是内湖敢毋是？呀，因为还亲像应该就是迄个内湖啊，因为伊去南港搁沙丁埔，伊是哦，遐个所在就是较附近嘛，内湖、南港、沙丁埔，系啊，安尼就讲通。啊，为虾米去新店伊就是行较远？好，先继续读。到新店有拜堂就去新店礼拜。好，第因为100。内湖即嘿，只敢有地山，我咧想讲奇怪内湖这哪有咧种地？因为地山吼应该是伫哦，应该是伫南部深坑石新亭啊街。遮。哦，内湖遐无吼。即我咧想讲奇哦，怪，哪会伫遐有地山啊？所以伊譬如讲来遮买地啦吼，去新店我会当理解。哦，但是我毋知内湖即啊，种毋过讲嘿啊，什么意伊是思吼？属内湖的教会，啊是我三也是点多，内湖是靠伊的较后期尾期代志，伊伫头起先是伫新店，咱来继续读落去。毋知。好，到新店有拜堂就去新店礼拜。第1879年水嘞。教会有经伊做长老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派人要抢伊，伊好大抵挡伊。这个抵挡嘿，就是抵挡的意思。我来看卖，嘿，抵挡伊，好，抵挡。低哦，灯啦吼，低灯伊，抵挡伊，好，抵挡伊，好，继续。对教会因情力，就好伊的行动来行。煞鼓舞哦，了解。煞鼓舞来学说礼拜堂。好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伊头起先无来学的拜堂。好，好，煞鼓舞来学说拜堂，说礼拜堂，伊互歌互歌听真有信用，也做什么保证去做保证，保是证哦，保是保保证哦，是保证，第二点保证哦，但是后边是但是第三哦，嘿，去乌无一点吼，迄乌无一哦，点，也保证保证保证好保证最委员哦，遮厉害，最委员庄中的人真尊敬伊。伫教会内好名声，到69岁才嫁往。伫日本时代吼，做保证其实毋是保证，伫日本时代毋是正式官员的迄个官位啦吼，无即个官位啦。保证哦，其实是那敢若服嘿，务性的吼，服务性质的。哦，了解。你若去现即个，因为嘿，只要是所有正式官员伫咧日本时代领政府薪水的吼，拢有伫咧台湾总统府的迄个嘿，职员录内底拢看会到。啊，但是你看袂到保证，内底拢无。吼，哦，好，好，了解。咱继续。我来读一段。对，哦，这段你干嘛来读？规个即个张乃凤吼，张乃凤是属内湖的教会，平素伫做地山，伊的性中直好胆，毋惊权势。伊是护手的人，讲话大声。后来伊做地贩，试过去买地。有一摆去南港三重埔，这应该是去买地，才经过这只啦吼。但是伊哎呀，应该是一到段，哎呀，伊的第山伫新店遐吼。
嘿，为什么去来学教会我嘛毋知啊。哦，是等下伊的时阵也无来学的教会，伊的教但是会拜读为什么伊会也未起走去来学好的款，教会啊？伊照你敢是去买茶，去买茶买啊，茶，哦，去买茶，系啊，去买茶，所以会来爱到这死过徛。走吼，系啊，我是安尼叫。我相信伊的茶山是伫咧南边啦，吼，所哦，以系啊系啊，我新店伊要较近，四过走去买茶安尼。为什么到尾走去来学教会，我都毋知吼。可能是因为伊来即个南港三林埔即只买茶即只嘿，搭较济，所以系啊，后来伊鼓舞起即个来学教会了后，伊就当遮嘿嘿，对长到一系啊，我可嘛是安能啦吼，尼叫的。对啦吼。系啊系啊，是，有一摆去南港三林埔路嗯对拜堂口隔，看嗯真侪人聚集，就行我听该牧师讲，凡嗯着无艰苦、白重担的，就嗯就跟我嗯要赐伊平安。嗯乃逢听即句，心真奇怪，因为嗯迄碟长热天，半山过岭担到汗流满面，真艰嗯苦。到礼拜煞，伊群我该牧师问迄句话什么意思？该牧师温说明互伊听，对安尼信道理。逐礼拜去三重埔做礼拜，到新店有拜堂就去新店礼拜。伫嗯179年领水咧，教会有敬伊做长老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派人要请伊，伊嗯好胆抵挡伊对教会伊尽力招呼伊的亲同来信，嗯煞鼓舞来学习礼拜堂，伊嗯互官听真有信用，也做保证，做委员，庄中的人真尊敬伊。嗯伫教会内好名声，到69岁才过往。嗯，好。听看起来应该是伊南北拢有咧，嘿，安怎讲，拢有有咧咧走，行啦，嘿，拢有咧行骹，所以讲嘿，沙埔啊、内湖啊、新店嘛，伊拢会去。好，我看卖到底介绍互谁人？我看伊会介绍，甲阮新店来。然后呵呵哦，佫遮侪人好，咱逐读。呵呵呵，后一部分是单行，这个行好，单行好，嘿，单行嘿，单行是属。水灯卡，水灯卡好，水嘿，灯卡，我记得你有讲过，就是嘿，细致对无？水灯嘿，是，卡嘿，好，水灯卡教会，水灯卡教会，水灯卡教会水灯卡教会，吼，若要读安讲，教会，水灯卡教会好，诶诶，啊那所以是灯卡还是水灯卡？咱先灯敢卖，会变调？咱先读这个地名叫做哦哈哈，水嘿，水灯卡。水灯卡，这是我的腔啦吼，水灯卡吼，恁可能是读做水灯卡，水灯水灯卡卡，白相吼。凡是水甲灯拢爱变调，嘿，我是水灯卡，会读水灯卡吼，水灯卡，嘿，好，水灯嘛，灯卡，灯的变调，阮的对对对，变调是灯啦吼，嘿，就变成水对对灯卡。了解，即嘛佫加好，教会就变水灯卡教会，水灯卡教会，所以讲就是三个卡嘛字拢爱变调，变调，安尼再了解，把即个教会名念过去，嘿，了解，好，水灯卡教会，十14岁，就伫沙丁堡得到道理，后来伫水灯卡做行李，伊的老爸毋准伊姓道理，姓道理，煞捆着伊帮
放声，放声哦，放声要抬，像你凶，放声要抬死伊。那礼拜日伊的爸去伊的拜爸，伊的爸，为什么爸去伊的老爸啦，哦，伊的老爸哦，伊的嘿爸去拜长孙，那看伊伫地礼拜，随时叫倒去。嘿，哦，哇，遐尼，嘿，好，这段你敢来读一遍？好，陈行是属水长骹教会，嗯14岁就伫三重埔得着道理，嗯后来伫水长骹做生理，伊的老爸毋准伊信道理，煞捆着伊，放声要杀死伊。若礼拜日伊的爸去拜长孙，若看伊伫咧礼拜，随时叫倒去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担心拄着哈，拄着食阻，拄着食阻动，真烦恼，就去甲甲甲赞恩参详，赞恩甲伊安尼讲，吼，赞恩应该赞恩哦，赞恩参详，赞恩甲伊安尼讲。甲伊安慰。安慰啦，安慰是甲伊安慰，讲上帝达位伫咧，你伫啊伫咧所以讲遮爱读轻声吼，就歹照伊写的安尼嘿读，嘿，伫咧好，好，我记一个即个轻声，你若要变调变做地地，哎呀，伊写是安尼写，是对，嘿嘿，哎呀，达位。啊，毋过即个讲法，咱平常时惯是讲轻声吼。嘿，达位伫地，你伫达位通互师上帝，即个拢是假音，互师上帝，嘿，互师上帝。好，即段短你敢若来读一遍？单行拄着遮阻动，真烦恼，就去甲詹恩参详，詹恩甲伊安慰讲：上帝达位伫地，你伫达位通服侍上帝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法国较台湾的时，礼拜日要去礼拜，拄着人抢拜堂，伊就带先是一个人吼，伊就带先传道走。哦，了解，这个是个传道士的名，一个传道士的名好。伊就带先传道走，家己的行李，这个点是倒一个声调？点，应该是行李店嘛，行李店应该是第三条吼，这个拢应无去啊。行李店拢互人抢了，带团道走的时，有对着国接来是啥物意思啊？对着国接来应该就是组接入来吼，我毋知咧，接应该是集合的集吧，我嘛毋知，敢有人安尼讲？接来，伊是第八声嘛吼，接来，第一声嘛吼，
不是第四声，嘿，接，对嗯，接来，接来找无第四声，若是第四声就找無。我敢有其他腔調嘛無啊？无啊，唔知咧，唔知这接来什么意思？係啊，接接，古早这个接字就是個對，迄個對，敢是啥物意思？迄個對，对啊，应该是对啊。人一對一對人一定人嘅意思唔是就。唔是唔是，这对是动词。哦，對哦，溜嘿嘿對嚟來，哦對嘿溜來，嘿，哦，好，看团都走的时有对着个对嘛吼，個對來吼，这后壁这我看不解有啊。係啊，對會使理解，若是講對來嘛是會使理解，啊，就是即個有一個節，就不要緊啦，這人個唔知什麼寫，都會寫唔對，寫掉，我嘛看字聲調嘅，好好，太薄對啦，接來，對，啊嘛是有可能，好，繼續，迄碟個不將甲團道分開，雖然正入山味，但嫌拍佇山裡，用瓜尾看瓜尾啊，了解，敢是就是迄個瓜草迄個瓜尾官尾什麼意思啊？瓜尾，官草我知啦，啊官尾是什麼意思？迄敢是瓜草的尾，唔知啊，我來看，官尾有人安尼講嗎？官尾，有呢，真正就是瓜草的尾，嗯尾，嘿，第二點有收瓜尾，好。會使理解，若是瓜尾瓜草是真濟，就會使米藏佇遐。好，等一下我來看覓佇遮。好，好記好啊，繼續吼。用瓜尾看第三條，看後來閣走煞跋路看。跋路看，跋路，敢是跋倒的意思？煞跋路看，看你知無？就看，開看就是看，看咩那個看？看。看，咁就是按看迄個看，嘿，哦，即個看，好，即個我記。跋落山看山崖，山崖，我了解，山看，跋落山看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來記一個，跋落看。所以這個看甲頭一撮迄個看是同音無同意思。頭一撮看是啥物看？就是用瓜尾看。哦，無同意思，一個名詞，一個動詞。動詞，好，了解。好，煞跋落看，就湯百體。應該是叫做跋落看，哦。跋落看，好，煞跋落看，就湯百體，計大，即個看無清楚伊個寫調是啥物？大派行落來。大派。等加啥？加大派。哦，加大派行落來。加大派行落來。加大派是什麼意思？加大派，裝腔作勢啊！吼，加大派。哦，了解，所以講伊就加家己是一個山內的土匪，敢是這個意思？我嘛唔知，我看覓大派有啥物解釋？大派就是你講的意思啊，加大派，係啊。係啊。好，加大派行落來，好。對着看見伊袂認着，了解。
搁走到加东卡，加东卡毋知是啥物所在，加东卡朋友的厝，装做捡茶人，安尼行到厝。后背就了解，装做是捡茶的人，了解。加东卡，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所在？加东卡。知呢，毋知。好，加东就是茄桶，无啦吧？了解。茄桶。好，就是迄个食物，就是哎呀，对，迄个食物叫做加东。加东好。加东卡，敢有即个？迄敢是一个所在？加东卡。哦，当然就是地名啦，啊，我嘛毋知啥物所在。加东卡，伊讲是，我看即个是说啊，毋过若是找即个地名，伊讲是伫中华，敢若无可能啊。迄个敢有另外一个加东，伊讲是若有一个伫中华。四季全加东树足侪，系啊，四季拢是加东树，所以讲四季拢有加东卡。足侪所在拢有加东迄个地名，所以我嘛毋知。系啊，好，来看加东到底是做啥物款？其实我根本无介清楚。看卖。加东。加东卡，伊讲是新北市哦，有呢，伊讲是就是水灯卡的一个地名。哦，这水灯卡遐有即个所在的对。嘉东角，它新北市汐止区的一个地名，伊讲是汐止中部偏东南，东南的所在。嘿，水灯卡。嘿，哦，较早淡水河。嘿。饮到这食，算大饮的时阵会较食，敢应该这深的，应该这内底。对，这深山，嘛毋使个，嘛毋是深山，吓这内底。加东卡，我看，因为 Google 袂歹 ，Google 地图有写伊个地名拢会写。系啊。是无看到呢。哦，这啦，加东卡伫这。加东卡。哦，有，袂歹。十字车头这只叫做加东卡。加东卡是，系啊，边仔就是一个蒙阿波。加东卡吼。嘿。这袂歹吼，读这兼看历史兼学地理吼，这个在地人应该拢爱知影。拢爱知影所在。我嘛毋知啦吼，我相信以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是，即个学生囡仔是无可能知影遮多，但即嘛知的所在，因可能都毋知影。真正是安尼。我毋知你其实兼我无讲介多吼，即嘛我毋知因即嘛即个学校的教育到底，譬如讲到底是安怎讲的？因为较早迄个某物人讲动心园的迄种历史教法吼，我毋知后来。是迄个杜真胜吼。对啊，毋知影敢有真正去看。我毋知即嘛因敢有安尼做吼，就是你教这历史地理的时阵是毋是有安尼教？毋知。系啊。好，咱继续。好，已经决定过了，本来已经过了。哦，拄则读到倒啊啦，我干嘛？拄好即段读线到加东厝，你感觉读即段读一遍，咱就会使拄好结束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礼拜日要去礼拜，拄着人抢拜堂，伊就带成团逃走，家己的生理店拢互人抢了。带团逃走的时，有对着搁追入来，我相信应该是追入来啦，应该是。对啊，应该是来较好，对。好。一碟高不将甲团逃分开，随人钻入山里，
但行拍伫山里用竿把砍，后来搁早刷跋落坎，就褪捌摕加大派行落来。对着看见伊袂认得，搁走到家长卡朋友的厝，装做捡茶人，安尼行到厝。OK， 拄好，好，我是水灯卡教会嘛，所以就是水灯卡人嘛。OK， 系啊，迄位，迄较伟爱人，迄较伟爱。好，安尼咱好，咱就来后礼拜来继续。好，是第78页，78页吼，第78页。好，好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啦，哈。继续啊，明仔载你敢有要去读迄个英文的读册会？哦，我顶礼拜吼，我无甲你讲，我顶礼拜六吼，妇联教。嘿，你有去吼？无，我顶礼拜六可怜，我顶礼拜六早起透早去读个听，啊，我就读个听，我起床，结果我就想讲袂使，我起来想办法，因为读个听，透早就读个听。我做一下，我就做一下 yoga。嘿，你有咧做 yoga？我本来想要去走几年啊，但是我毋知病啊啥，我袂记，我就感觉我应该读个听，都一直拖到9点外。哇！就起来要做 yoga， 结果做到无到一半，做到差10多分钟。我就想要吐，伊读个听。哇，这么严重，嘿！想要吐，只好我就摕喺面床顶。结果我一摕到迄暗时啊，8点我才敢起来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吐2遍。哇，这么严重，迄敢是 migraine。也是啥物原因做？我毋知影啥物原因，我就想无，我嘛毋是讲困无好啦，我透早就读个听。好，也是感冒，也是。我毋知影是感冒呢，还是讲我进前迄个 COVID-19 无好哩，我嘛毋知。拢有可能吼。迄天我有够凄惨的，我规个拜咱拢摕伫面床顶啦。哇咧，好。我一开始我透早就无吃物件嘛，所以我有啉一寡水，所以我第一道吐完，把水拢吐出来。第二遍根本就拢无物件，腹肚空吐无物件，腹肚迄胃吊喺半空中，够艰苦诶。这会艰苦，系啊。所以迄天吼，我啥物代志都无做，我就摕甲暗时啊，才起来，所以我嘛无去上课，上迄个不warm。好。明仔载看情应该是会使啦。我今仔日较好啊，希望明仔载无啥物代志。好。好安尼。好，多谢，好来，那就后礼拜继续来读册。再继续读，好，再会。好，多谢，再会，安安。恭喜啊，过年好啊。好，多谢你嘛是恭喜新年。好，多谢安安。晚安。